多大了？我今年过几天就24了。哦，那你比芊芊要小一些，24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无业游民。也是无业游民。哎呦，这些小妹妹都估计都是想来做直播，都想来做网红，无业游民。那你来凤姐干什么？我来凤姐找索图哥哥。我知道，没有哪个来不是找我的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来找你看看你。跟芊芊妹一样，意思是自己也没什么才艺是吧？有可能会有一点。有一点点，你就直接说你比刚才那个女孩才艺差多远？如果差远呢，我就换下一个了，新面孔还多。差的不远。你的意思是你跟刚才那女孩唱的也差不多，有那么好听？努力的话可以。然后我看你把账号一直放在这里的，你等一下，不是让你刷礼物，别刷礼物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看看你有没有粉丝。我看一看你的主页有没有粉丝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比刚才那女孩粉丝还多一点啊，54万，叫央青小猴子，央青小猴子，那肯定54万人应该涨了4、5年吧？我做直播2年。哎呀，他这衣服好看，好像是少数民族的衣服。你能不能？你不能的话，能不能把我想看一下你的少数民族的衣服，很有特点，很有特色，一看，你看就看得出来。你不高吧？我净身高1.54米，穿了个高跟鞋。哎呀，我师傅1.9米，小个子女生穿高跟鞋，她看我，她还在那昂着头看我。你能这样，妹妹？我能提个无理的要求吗？你能不能把鞋子脱了，然后你看着我，我喜欢被这样仰视的感觉。他要是鞋子脱了就确实无理，但是没事。我们看看，我看他那鞋有多高。没事，脱了那一只得了2只，你放那里，没事，没人偷走的。来，黄队下片了。那个队长呢？没事，实在不行我先顶一下。你都不够高，你看一下我，你都不够高，让那个保安队长来。王鹏今天不在是吧？对，他现在不在。好有妹妹，我跟你说，好有那种欲望，就是好想保护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既然这么想保护我，脚丫子有点冰。赶紧穿上吧，穿上啊！